原來人個嘅招導背景就請我故事學鏡嘅一啲就請，為了玩邊界所以能去對演員情歌，一正式名呢啲係用多種苗對台淡化嘅嗬，呢故事學成日都能突出狀啲事件嗬，突出狀後其他都能處理。一提過呢種先能夠叫做辦嘅咧，有啲提過掛，我潮動體後啊，那啲個掛嘅咧，那先能夠曉到嚟呢。我就好嘅冷，又冇隨時好嘅冷嘅隨時係比較大個流，只不過我把呢種是固儲可能其他好有超儲，就是個後背仔有儲嘅啦。真係落又冇硬字，跟住又冇溜電，一條流嗱是一聽我叮咚啊，可能會夾得盡啊，可能嗰啲可能夾條流。因為流比較好夾，比較靚，呢種是簡單但我一開嗰做辦案咧，你簡單隨實俾幾個多先。一提呢唔攰，一提啲咩攰咗？你那啲話屋企嚟食早餐，唔能食早餐咪過後，能啲都嚟一嚟等其實嚟到11點嚟到食早餐啦。跟住過後你那啲講咩咧？我冇跨住都個樓梯欄啊，聽在有咩過後我自己啲個細姑男啊，個仔啦，因為那啲過回嚟是吧？為能啲打緊11點過後，任打出過後啊，吹頭嗰啲嘅。啲多嘅啲吹回更少餅咗，我嘅就俾佢一個人啲事能夠結過後打等下連仲沙嚟樣嘅，但冇話過呢啲搞就好嘅冷一條嚟啦，至少過出嗰條嚟嗰條球嗰啲嘅，因打冇話過吹回啲歌，如果路條一條好嘅冷嘅仔佢亦確實係輸過嚟，嗱呢個嘅實個本命過等面咩過後一個11呢啲打啲大11啲個。咪輸啊，個嘅啲只咪跳嘅咯。嗱，你追咗跳咪其實個啦，咪又咪好嘅，但係對男嘅啲人氣彈啊，真咪。因為追回嘅呢個，你個仔鬼嘢噶，人家就嚟話，直接都仔一隻嘅，人家有嘅掟人咗收硬嘅，每家嘅家己嘅打燈茶過後。佢話打到過嚟嘅時候，你超期一電啊，或者是嗰電炮咁樣，啲暖個嗰電，一個二手個本命見入個難，而且嘢頭貴就揾仔打咯，一個打呢啲期就要加咯，而就要加，其實就是嘅，人家有啲就我嘅不太好，你點咩就要加個那麼，咩啊，咁我話如果是讀仔大學校嘅，咁你幾苦那麼，個期又應該加。跟住一定拍啲人話嗰啲啊，我都嚟咗面，我會睇下我做佢家咯，有時做佢家冇贏嘅，做啲攰冇贏嘅，我會呢嘅等下對頭，但係到對頭，就是講男性其實假嘅頭嚟見對話，等下假嘅就硬紅咗隻嘅，我會假紅喎就話呢，我曉老數啲嘢弄過嚟做幫啦，啲拍電話嘅家長。家長呢個，萬一我就揸住個曉咧，做咩有個搞個曉啫嘛？一個放家長嘅假，老數嘅假，就拍電話報警，一個報警我就เอา啲影咗嚟個對，เอา嘅啲對弄都大呢，都大對呢，這些多嘅一條好嘅冷嘅固處理對咯，都係固處對咯，講人個對弄到又咩弄出嚟，弄住個空氣鏡嘛度，假，เอา嘅啲常規樣嘅資料，等於一般可能就是弄今晚我寫白學時候講懵嘅呢。我嗰啲常規嘢，我哋透過假，其實班呢啲冇人假，嗱啲字個有小圖，條嚟可能係試下個嗬，嗱呢個冇講咩啦，咩個有實班個，下面有咩好假咧？可能啲就要假個字，我等佢故事度翻咗嚟咯，我嗰啲應勁就打咯。佢係你打到嚟嗰個可能比較咧，我嗰啲記得幾錯。嘅就顏色狀個差嘅基礎，我嘅實際打啲大。如果仔嘅廚就是一個就佢加咗啲色狀嘅啦，嗰啲黃呢度人咩啊？老闆嘅又帶咗你嘅時候，又仲冇介嗰啲長嘅嘅一次啲又會攰一次，一個換我嘅每家呢家是吧？你睇做行啦，每家做家啦，得話財啲咁加短啊，個攰到個黃啲咯，一個時間啲苦人嘅顧廚啲哦。我會嗰啲長我實在一個，如果你可以雕嘅鎖度，一定然後成個能做鎖雕豆啊，就是用嗰個鎖，我會啲個潛能嘅睇得大，我會喺環境下鬼妹對嚟保環啊，就是嗰啲講環鬼妹對樣，我會時間啲假，等下打等下啲假嗰個有，一頭啲冇對哦，可能有啲係假嚟嘅，其實個假又個假，有啲前面攰咗嚟先，人哋假打我有咯。
咁搞好又，嗰個十八正向，嗱是啊，早早炒公司嘅辦一家咯，就應該興興啊，咁白白嘅樣啊，新疆嘅種杯紅杯是嗰種挑掉叻嘅是用，嗰個嗱啲談面對嗰辦嘅，我早早炒到嚟呢，可能啲興興啲家都一樣，用苦度開咗，仲應該精神啲方面咧，白黐嘅，嗱你個每個咩數啊，係啲啊，做咩咁貓啊？呢個又嗰陣做咩？一頭啲聽人師傅咁佢咪碎咗，跟住一頭咧呢個出拆，因為硬啲入去即係而家啲咩咯？你不按呢個成嘅對嘅個一啲白咯，或者跟一啲對，一個大個妹頭咯，舊妹頭咧而家絕對可能。佢做嘢不拉用啲，硬啲咁樣好嘅咩勁嘅嘢喎，勁易嘅，一摸到到。我對部學咗名啊，即係學咗背景啊，學咗背景，之前呢家嘅，那不需要在，那你就是那真親戚啊，那沒來咯是吧？那幫你點平白無故個勁都入來哦，可以勁入來，那你對錯，那又咁溝咩咗啦？人哋繼續開咯，一個係對嘢㗎，對嘢區隔啊，對嘢後面啊就是一個十八計白啲白啊，輕輕啊。人哋即係話佢就對嘢，啲盲藥十八都盲藥咁樣過，背咗隻腳求就過。如果把你用冇計了，用咪咗，一個人企下就bắt頭嚟會啲水bắt頭啲就過企下先行個求就都盲藥咁啊個，定係騎下車嘅，騎下車嘅東西人就是清行哦。有啲人係有嘅咧，盲藥嘅都係盲嘅咧，因為車嘅東西你清行你近啲就過咯，你騎下咯，有冇得啊？都盲藥真嘅，做咩啊？後陣時佢居然就請我，跟住下嘢嘅嗰個有啊，居然嘅帶咗就嚟回過，等居嗰數我會話近十八近嘅，真嘅，一可能一個老處理，佢好惡咗，你睇企咯，律師不慣故意哦，真正是不大大聲冇響，不過有個等企到搞爛啊，真係在做咩咧？企一陣時個，一個不知咩冇咧，因為但係佢就花佢就話我呢。是拍電話嘅，十八百，每弄就在開煙啊，咁嘅，後尾十八百個月啲真係煙嗬，後尾先幾多先煙呢？人哋近年係故意煙個十八咯，有個幣呢，你係人家隻假女配有個錢啊，前十八一個中之潮，多個嘢啫，多個幾個嘢啫，然後會跳咗隻嘅，你係跳隻嘅。那時候比較少，那時候我覺得可能十號仲然後起強啊，好像你嗱，就這個十八啊對啦，哦，就這個對牛時你十八超就用呢個湯啊，然後就現開現嘅哦，好嘅呢點個對雜下個，點個對雜下個做後呢十八啲車嘅，那個骨椎那個是去椎骨就好有咁漂亮嘅車嘅，好正常就揀嗰個。我就俾佢騎到bắt頭嚟決定，個把兩一米個，如果騎先行個，嗱水bắt頭啲多少時，好嘅你睇呢個，都嚟十八我冇兩冇計兩米，個對你睇出嚟，呢個一邊呢就個對咯。你睇慢慢你就好對，呢個對十八係好大嘅，個幾疏，啲人都大多嘅嗱個你啊。有你呢個嗰啲話最，你嘅話鏟住啲，變多咗嘅，然後跌十八佢就冇開咗嚟，前咪多硬個，然後加出個尾頭，但嗰幾人呢加住嚟，然後十八啲車啦，當然啦呢啲啊加，佢會多幾頭嚟啊，定再鏟啊，搞正對啊，後尾當佢不想頭，你又能夠搞下對嚟，你搞下對嚟呢啲嘅。一隻彎啊，隻多多都嘢啦，出去咁貴呢啲保啦，哦，你加咗嚟咯，加咗嚟之後你睇咁一邊一個，打幾多個嘅，我叫人佢要炒，會炒不幾啊嘅，少個，然後跟住少啲嘅，字啊嘅面菜過啲咩嘅，然後定住嗰個邊咧就個，千祈唔好去炒咩，少料會對下，或者要打頭嚟烏對啱下，少料會對啲啊，我一定做得出去貴。十八年都蠻好，我話你係咁對住行，你係咁能過，我都時間咯。從其他嗰嘅，我嘅人嘅，我嘅人頭啊，後頭嗰隻嘅，
貴嘅啲勁嗰兩個啦，只不過人冇少啲咯，嗱少少夾嘅幾咯，嗱先呢，老闆同佢打太大啦，照顧兩大啲人嘅整面，強咗勁就唱，就話嗰啦，唔頭崩日咯，同咗佢就話嗰啲，佢人同就冇一家頭嘅整面。大家打話多條，你冇價嗰時佢啲冇價嗰電炭嗰啲面嗬，仲必講必見就成嗬，後尾貴嘢㗎，啲下就其實佢啲人就是出銷名嘅，但係下都嚟咗幾時幫到，幫嗰啲啊幫點裝啊，啲幫片或者咩啊銷幫啊，後尾下個數據，佢嗰隻貴，出現點咪幫多佢拿硬佢拿卤內就去加度。上一期呢，買嗰人要報下價，嗰大話真咩啊？以前啲打咗嚟咗，人哋咁巧嘅個股數好啊，呢個超嚟隻個股數好，人哋咁巧人哋隻鵝能啊，佢就會啲啊，真鵝就後面嘅，真係冇價高嘅。然後呢，人哋小見你那個股人嚟，佢多啦上面，盡量等咗冇多。有人喺度扶咧，即係做特別咁忙嘅，兜去個大盤咁睇咁樣，啲股水推過嘅話，真係正。希望下嘅呢啲未咁做，啲未爭一個希望下嘅，本身做啲咩吧？問題係個幾希望下嘅。牛真係個股數啊，佢少教咧，開仔就股數見我呢個樣啊，拜拜。